有濕敏或者皮膚敏感嘅你，係咪覺得呢個世界好似同你作對咁？啲皮膚成日都好痕，夜晚痕到瞓唔到啊，忍唔住就拗，一拗呢就爛啦，出水流血，惡性循環，反反复复都唔好，真係搞到個人好 emo 啊！試過用一啲類固醇藥膏啦，係就係好得好快啊，但係有藥性又有依賴性，用得多啊，皮膚仲會變黑啊！直至有試咗草肌自敏膚，佢係天然草本成分，唔含類固醇㗎，仲可以加強皮膚免疫力。佢攞咗專利 Hydrox 橄欖苦苷抗氧化強300倍㗎，而且美國製造真係好安心。佢獨有嘅4步改善曲呢，目標清晰。第一步呢，就用專利橄欖成分快速咁舒緩紅痕，第二步就用金盞花呢啲草本成分修復龜裂脫皮嘅皮膚，第三步增強皮膚免疫力，好似攞住個盾牌咁抑壓惡菌，最後就係鞏固肌膚屏障，由呢一刻起濕敏止步。最開心就係食咗大概6日啦，你係可以肉眼見到濕敏災區改善咗起碼80%啊，真係可以話斷尾。而家皮膚嘅災區靚返好多，最重要嘅係終於可以一覺瞓天光。如果你都俾濕敏或者皮膚敏感折磨，瞓覺都瞓唔好，短袖衫都唔敢着，咁你就要學我咁樣試下草肌自敏膚啦。由舒緩到強化，一步到位，天然又安全，